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无新增加新的病例，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嘛是表示讲，即阵咱嘛是袂使大意，袂使放定。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18即礼拜六开始，要入境咱台湾的民众，若是过去14天内捌去过欧美国家，要坐飞机进前，就要提供下资料、下在家检疫资料的。若准讲厝内有老人、囡仔，也是慢性病患者，若是无独立的房间，就要去住防疫旅馆。国内有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4无新增加确诊个案，这是自3月初9了后，隔36天各一摆零确诊。今天有确诊零，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他现在就已经那个好，但我想说，我们就有一点小确幸嘛，哈。为防堵疫情，台湾为3月19开始，所有民众为国外入境了后，拢要配合居家检疫14天，为过一摆确保国内防疫安全。为4月12饭店开始入境的民众，假使过去14天，也就是4月初4饭店开始有欧美旅游史，坐飞机进前应该主动出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资料。假使共大人有65岁以上、6岁以下囡仔、慢性病患者人，而且无专用房间的人，入境了后应该带入防疫旅馆，那些无实在会被开发。目前呢，房间数呢已经超过6000间啊。目前的住宿率能够进驻到防疫旅馆大概入住率约30%所以在房间的供应数呢应该都够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的部分呢大概已经超过2500多家那会比较数量的需求会比较多。观光局表示，已经在台湾陆续帮建立防疫旅馆专区，当期公开防疫旅馆差不多11间，其他无公开业者会用在陆续帮直接联络地方窗口，由县市政府进行配合。另外，催安是名制，除了原本大人的催安以外，也要示范网络买4到8岁囡仔入体催安。为23开始会恢复囡仔买催安年岁限制，爱提有16岁以下健保卡才能买。记者综合报道。要买囡仔喙暗，对今日开始网络嘛要有，甲买大人的喙暗同款，会使伫网络注文。若即阵引起讨论的喙暗的吸水这个问题，今一撮国校真正有影，有一寡细汉查甫囡仔无法度接受挂粉红仔色的喙暗，毋过嘛有囡仔讲，这个时阵有喙暗通挂就真好啊。小童是4岁到8岁了哈，4岁到8岁，这种小的小于这种。长度小于8公分，宽度小于12公分的小童的口罩，未来我们就不在在药局里面来贩售，全部都到网络来做预购。囡仔的喙干伫咧药局配送的寸少有大大细细无共款，家长买时阵真困扰。即马即个问题解决啦，4岁到8岁囡仔喙干网络顶就能买到。同时，23开始恢复囡仔喙安买年纪限制，即有16岁以下的健保卡才能买。除了大小问题，也有吸水。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拿到粉红色了，我觉得粉红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次出去领口罩的时候都是蓝色，然后就只有几次是这种粉红色而已。只要能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所以颜色其实都不用去管它，没关系。甲爸母去药局买喙安有啥就用啥。像现在正大张的拿球校队讲，即马防疫上重要，粉红色的喙安也不要紧。因有有大部囡仔讲无介意粉红色的。平日的话，我是戴那个蓝色的，然后假日的话，我是戴粉红色的。有戴过别的颜色吗？有粉红色。那你对粉红色的接受度怎么样？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不太喜欢粉红色。学校观察自开学以来，囡仔虽然是5花10色，并无因为性别有所不同，或者是出现体臭的问题。高年级的学童来讲，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因为他们的这个性别意识或者是自主的意识是比较强，或者是因为同侪的关系，或许会有影响。囡仔嘴暗的色引起关心。辅导组长讲，拄好趁这个机会，甲囡仔讲，爱尊重每一人所经的色，也强调最暗是用来防护。无顶重视性别甲个性，遵守做性别平等的教育。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就是美国，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0万例，有2万多人死亡。最近正万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偏心中国的川普嘛已经宣布讲，暂时无要去落钱赞助 WHO。美国确诊的人数伫当地时间10时已經超過60萬，2萬多人死亡。最近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偏袒中國嘅川普已經宣布暫停贊助 WHO。 Today I'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同在古纽约州感染人数已經超過20萬，1萬多人死亡。州長古莫講，當地一天新增加778人死亡，不過疫情已經到高峰，斷氣人數開始緩和。We think we are at the apex, on the plateau.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went up, flattened, continuing to flatten. 紐約市自10時開始，將疑似感染的過身的人也來日統計，和一天新增加死亡人數增加到3700人，全市累積的死亡人數破萬。這馬總統川普甲各州對當時學工看法無同。The President said last night that he has total authority for determining how and when states reopen. That is not an accurate statement. 古莫伫10時講，川普講總統會當決定當時學工講法錯誤，伊強調無想要甲川普對抗，這馬上重要的是合作。防疫重要人士佛奇講，學工嘅關鍵永遠是病毒，各州新增加病例數永遠伫咧增加，講國嘅隨疫學工有傷過樂觀。來看澳洲，意大利一天新增加2972例，是最近一個月來嘅新低。西班牙是新增加3045例，雖然比前一天加一寡，不過永遠比過去2禮拜確診數較少。法國甲英國疫情永遠繼續，法國新增加6000多例，累積超過14萬例，死亡也增加700多人，總死亡人數超過15000人，是全世界第4多。英國一天新增加5000多人，死亡數也增加700多人，累積12000多人死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2020年全世界經濟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上歹的一年。We are projecting global growth in 2020 to fall to minus 3%. IMF 也講，若疫情伫咧下半年較緩和，明年嘅全世界經濟成長率會當反落到5.8%。IMF 也甲台灣今年嘅經濟成長率自舊年10月2%，大幅度下修到負4%。不過預估明年台灣嘅經濟成長率會到3.5%。記者綜合報導。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目前伫全世界確定病例已經超過190萬例，要換200萬例，死亡人數超過125000人。咱來看上新的統計，中國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灣昨昏無新增加病例，也是伫咧393例。香港有1012例，日本是7000多例，南韓超過10500例。美國目前是全世界病例數上濟國家，超過60萬例。歐洲的意大利超過162000例，西班牙是超過172,000例，法國超過14萬例，德國是超過13萬例，英國有94000多例，伫咧伊朗是超過74000例。鏡頭來日本的感染者超過7700多例，地方政府採取無同款的防疫措施，就像伫咧東京，若是隔離設備無夠時，病情較輕的人就刷去隔離飯店；若是內川是甲體育館改做臨時的收容所，收容一寡因為網絡咖啡店關起來，即嘛無所在通去的人。世界鄉親，做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澎哥日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宣布講，對今日開始4歲到8歲囡仔的立體喙暗，佇咧網絡會使注文，佇網絡就買有。來看自由時報，昨昏咱國內無新增加病例，若頂一擺，咱台灣無病例日子是佇咧36天前3月初9。另外，指揮中心即麥陣嘛已經宣布講，對4月18開始，有歐美旅遊史要入境台灣的民眾，坐飛機進前，攏愛先通報講厝內底敢有慢性病，也是老人，敢有囡仔，若有就一定愛去住防疫旅館。來看聯合報，國際貨幣基金 IMF 預測全球經濟2020年會衰退3%，
强调全世界大规模人丁的管制、禁止出门、锁国者的作为，会造成这个世界上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嘛会变做负的4%。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进前是白布共年甲乌白讲咱台湾屁想伊是乌人。网络 YouTube 阿弟甲设计师聂英晶发起募款，要去美国看广告来买货。昨昏聂英晶伫咧面册打出广告的专文甲设计内涵。白色的空代表 WHO 因为反应新冠病加政治干扰所造成的防疫的破口。下甲蓝色的图代表台湾正伫咧建立一个通道、一个出口，对全世界提供上大的帮助。由设计师聂英晶甲 YouTube 的阿弟等人所发动的募资广告，美国时间14登伫咧《纽约时报》，这拢是因为 WHO 秘书长崔培对台湾的不实指控。他彪骂了台湾3分钟，指控说过去3个月收到的死亡威胁、种族歧视都是来自于台湾。那我必须承认，我看到这个影片的当下是极度傻眼，我甚至是气到直接发了一篇文。总统蔡英文也伫咧 FB 分享，也感谢2698团队的努力，讲台湾行向世界有真侪种方式，一组电广告就是真好的开始。因过活动一出时阵，卡层杨惠如捌批评，为什么一个 YouTube 的立场会当代表台湾去骂人？所以阿弟发文道歉，也大幅度改写公开片内容。募资团队讲，所存的钱会用来作为宣传台湾 Can Help， 也个协助全世界防疫。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WHO 对广告做出13点的声明，强调几60年来一直甲台湾卫生部门有保持卫生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东半部、北部山区有局部地降雨，那其他的所在甲外岛拢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上新的云图，虽讲好天，天气有较稳定啊，也毋过咱也是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各地早暗拢是较小可凉冷的。今日低温是15度到18度，日时会感觉较温暖。北部、东部高温大约有26度，中南部高温有28度到30度。天气好是好，啊，毋过空气就无介好，因为转吹东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较歹 ，PM2.5的浓度有称悬，所以这几天除了华东地区以外，其他的所在空气品质可能是感染性这级数。来关心用水伫大甲溪水头的德基水库，因为春雨较少，水位降低到这几天的上低。第三个乡亲就烦恼讲，敢会去影响到民生用水？水面上即寡悬悬低低的岛，原本应该拢是伫水面下的山壁，即马煞拢走出来啊！互人料想袂到，这个所在是中部真重要的德基水库。雨沙太多了，根本装不了水，而且2月份还有水。3月份就真的很干，干到真的30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当地居民讲，德基水库的水位遮尔低，真正是真罕快，因为淹过水位大部分拢维持伫咧高点。啊，毋过今年因为春季的雨量真是小少啊，麻烦了讲用水可能会去受到影响。大家溪发电厂表示，今年的水位也阁毋是上低点，目前调度阁有够，是比往年略低一点哈，台风带来的雨量会储存起来，然后是慢慢再依据水源调配来做使用。大家溪发电厂表示，德基水库10时的水位是1369.04公尺，存落来有效欠水量的24.2%。啊，毋过说落来风台季节过了后，超伫咧10月份，水库拢会欠水到满水位。通好供应互下半年度的用水需求，除了用来调度发电，落去水尾的水嘛透过石冈坝来做灌溉分配使用。包括大安溪水系的鲤鱼潭水库，还有德基水库，就是大甲溪沿线。那另外还有乌溪沿线的这个取水的地点，包括春耕用水站，还有民生用水，还有产业用水，都是可以满足的。水利署表示，到目前为止，中部地区也阁无明显落雨的趋势。虽望德基水库的水位已经到极点，啊，毋过透过区域调度提供民生所需的用水，估计到5月中，中部的民生用水拢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中国的官方昨昏是宣布讲，中国嘅86个病例拢是对境外带病入去的，尤其伫乌龙岗病例是加真济，大部分拢是对俄罗斯运入去的。那中国即阵嘛已经宣布讲，因的疫苗已经进入临床实验的阶段。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上新确诊数89例，其中86例都是境外输入，尤其乌龙岗79例占上济，来源于俄罗斯境外移入上严重。确诊病例89例，其中86例为境外。其乌龙岗甲俄罗斯边境的水分河市疫情严重，到10时为止，境外移入病例超过200例。水分河市也加强河口防疫封闭管理，甚至各用举报奖金人民币3到5千块，鼓励民众协助防疫。在口岸增设了这个2个采样方舱，并且呢抽调这个专业人员呢。组成了10个采样的工作组。新冠外来输入的病例啊，多数是在国外这个经商做生意的。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伫武汉雷神山病院14早起已经清空，最后一批患者已经转院。15开始关起来，各宣布雷神山已经完成宿命。新冠肺炎阳性的病人，雷神山已经没有了，被清零了。而且今天转走的4个病人是重症，他是新冠肺炎已经好了。目前呢，已经有3个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根据 WHO 资料，全球70多种疫苗研发当中，中国康信诺公司进度超前，官方也宣布有3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另外，中国最近的国际援助说一直有品质出问题状况，最近伫欧北查到为喙暗内层竟然是卫生纸。为了产品一下子，实际上这是用卫生纸代替的。这派回已经被荷兰、比利时等国家退回，为机会，官方14下令停止北京、凯迪、区块链、爱博达科技2间防疫用品公司出口，强调部分企业因为品质问题被国际退回，严重影响国家形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的病例拢是对国外运入去较侪，伫广州就因为连续出现有非洲人确诊，地方政府全强制要求讲。乌人爱强制检疫，这是造成长期住伫广州的乌人，有诶互厝头家赶出来，即马连饭店嘛无爱互因住。即个歧视乌人的代志，即马嘛进一步引起外交风波。非洲的人士伫大路顶互公安抓走，一个人被压制伫涂骹。广州有4500位合法孤单非洲的居民，严过伫即前传做5件确诊案例了，当局扩大对非洲的人士甲留学生采取强制隔离检疫措施，包括最近几个月并无出入境，也无接触所的人，拢爱中学体检，也隔离14天。一个人被赶出大所在甲饭店，关行李坐伫路边，引起歧视非洲的风波。Look at everybody outside. Everybody is outside. Look at the Chinese police. They won't allow us to rest. They chase us away from our house. We don't have anywhere to live. They are pursuing us. Why? 迄当阵，奈及利亚驻广州的领事人员就公安没收隔离公民护照的代志，当面甲警方对峙。相关影片传出了，包括奈及利亚、乌干达等国家拢调返中国大使表达抗议。目前来讲，内国的媒体事后刊出一张中国大使向内国国会议员行礼道歉的画面。要经过了解，才知影是中国大使压头去看桌仔顶手机内面有关内国人士伫咧广州遭受到不当对待影片。不过，这件案法案是非常加强和中国甲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外交部赶紧出来澄清解释。我们不会对非洲兄弟搞歧视。针对近期非方反映的非洲国家在粤公民的关切。广东方面已经进行梳理排查，并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中国承诺会修正对非洲的居民的防疫政策，同时广州大部分被赶出门的非洲的人士也得到安置，因为伫咧防疫的敏感时期，中国也无希望代志演变成做甲非洲国家的外交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的国会大选今仔日要投票，虽讲南韩正真有新添第9季大规模群聚感染的代志，也毋过因的疫情真紧就压落来啊！这嘛互总统文在寅的声势日头抢悬。啊，若确诊病例，即嘛因伫咧病院今仔日嘛有法度去投票。
新年一度的南韩国会大选15将如期登场，全国设置3500外的提前投票所，顶礼拜六7月11顺利进行，不再接投票。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场内外彻底消毒，每一个选民拢爱挂嘴安，超过37.5度会并且到专用投票区，投完随进行体检，每一个人也拢爱挂嘴安，严守安全距离，使用现场发的用了随弹条的手套。这摆事先投票率达到26.7%，履行历史纪录。当局规划4月15晚暗6点，正规投票结束后，搁由地处隔离者进行投票。那安尼3000多名正在接受治疗的确诊患者，加900多名医护人员也会当到新城一票。选委会伫各疫区的治疗中心，分别设置8个户外投票站。 투표를 못할 거라고 생각하고 있어서 되게 아쉽고 그랬는데 지금은 이렇게 투표할 수 있다는 거 듣고 나서 되게 나한테도 우리한테도 투표할 기회를 주는구나 싶어서 확진자들의 주권을 포기하라고 할 수는 없는 것이고 또 그렇다고 해서 일반 국민들과 함께 투표하게 되면 감염의 위험이 높기 때문에 부득이하게 격리된 시설에서 직접 투표할 수 있도록 2月底大区甲庆尚北道出现大规模团体感染，万影响文在寅的支持率。也毋过当局大规模体检甲早期隔离政策有效，最近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维持伫40例以下。民调机构 Real-Meter 13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支持度再度升悬到54.4%，创17个月以来新高。选民伫这个时阵也偏向保持政局稳定，和执政党占优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伫家人有一个大家，甲伊的新妇，还有2个孙对美国转来，爱在家检疫。所以因为讲这个大家讲感觉身体无啥爽快，就爱做伙带出门去台北互医生看。即马大家新妇拢总爱罚款170万。出现违反地处检疫个案，家人一家4个人。 大家新妇甲2个孙，地处检疫期间却出去拍拍照，而且无顾当地卫生局的可控，私自坐车前往北市就医，成了防疫看旁。大家新妇2个人罚单罚170万。裁剪报告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移动了，是属于高风险的移动，所以这就绝对要禁止的。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这一家4个人3月19为美国回来，伊规定需要伫厝检疫14天。检疫期间，60外岁的大家出现发烧、身体无爽快，通报了后，家人卫生局安排当地病院体检。也毋过，隔2天，伊坚持坐轻的车坐往台北市病院检查，并且带新妇甲2个孙前往。当时卫生局把可抗护理人讲，采检的结果还未出来，千万唔通外出。结果检验结果是阳性确诊。 家人卫生局认为，这名护理人态度无好，若是违反地处检疫规定，也阁有传染的风险，单罚100万。新妇检验虽然是阴性，也毋过违反规定，也罚70万。也毋过指挥中心表示，这名个案疫调已经真久，无防疫看旁的疑虑。在疫调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厘清，200号以前的大概都过了我们的潜伏期了。 第3月初，一名为厦门转来的台商，无依规定伫厝检疫，当时伊为台北一路往南，准备为小港机场出境，被警方查落来，成为第一位和台北市政府单罚100万人。行政执行署表示，因为伊超过期限无缴，已经对伊限制出境，并且查封不动产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这个议文呢，它有逃匿之余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发函给内政部移民署，还有相关机关，把它做个限制出境跟出海的动作。 另外，伫桃园29岁姓李的台商进前为厦门转来，继续配合政府地处检疫，4度外出拍拍照，也互桃园市卫生局罚100万。伊捌提出诉愿，强调家己是一个人大，需要出门买物件，不得已希望会当撤销罚单，也毋过交代期限4月10日，因为无落罚款，方移送执行署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 买喙安买到冤家，有民众是因为看网络的资料，讲这间药局也有喙安，结果去现场刷买无，转向卫生局检举。若其实讲这其中是有误会的，即马嘛是造成西药房是添歪歪，有讲无想拍破爱赔。全台湾即马已经有240间西药房向政府申请讲，因无想搁要配合政府卖喙安嘛。 你的意思，电脑上有，我们不要活的，一直卖口罩，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补办卫生局稽查人员爱药房继续卖喙安，药师的妈妈甲稽查人员去冲突。高雄市三民区这间药房
伫咧门口打广告，逐工下晡3点到5点开始卖，卖完为止。民众看到网络的资料，还有1000外的喙罨的库存，就继续排队。看到药房无要卖喙罨啊，转打电话到卫生局检举。像我们到6点多要用餐嘛，就说那我们现在用餐要休息一下。对，那可是像我们昨天的话就逼着我们说，你要卖口罩，为什么不卖啊？你说真的药局一间药局，你说叫他一直持续卖口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们觉得这样正常吗？昨天会剩下1000多份的这个量，那民众看到有这个量就去，因为他说售完为止。那中间有一些误解，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想说，药局也真的是非常辛苦啦。药房的卡手无够，还阁因为伤忝跋倒，规分署几个所在册着伤。按卫福部的规定，伊已经有卖喙罨2点钟啊，嘛希望民众会当加一点仔同理心。药局卖喙罨，希望唔通做甲流汗，阁风险甲流烂。即马全台湾有240间的药房申请卖喙罨啊，其中有7间伫花莲。有的是年纪大，有的是因为不长期的这种业务太大哈，造成他不堪体力不堪哈，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承担这个业务。咱大家都皮皮错啊，停卖对百姓加迄个嘛是艰苦，嘛是真无好。花莲县卫生局强调，无要卖喙罨的药局是伫花莲市吉安乡、凤林镇、光复乡甲永利镇部分的药房。北区的药房较济，也无啥物问题。南区偏乡的民众建议会当尽量利用网络来买喙罨。卫生局嘛会加开35个巡回医疗店来卖喙罨。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政府是招大生推出徛名买喙罨的贩卖机，即马要升试办。若是讲机器有够，中央健保资料库嘛有法度小接咧顺，安尼就会加设柜台啊。今仔这喙罨贩卖机伫咧台北市信义健康服务中心开始试办，从11开始到14下晡，排队的人有减少，若像符合市场高问题的机台，不离个要买喙罨，也是需要有人伫边仔来斗相共，引起外界质疑讲，也是需要人工。顺道看到才买，所以蛮方便的。其实这样的机器。台北市政府回应讲，等若大家机器较熟的，人工就会当减少。若是3台喙罨贩卖机，逐工总共提供900组的喙罨。资讯局报告修正状况，拄路卡排队的动线、资讯核对，还有超额来卖等等的问题，资讯局都会豆豆优化解决。毋过针对官问题定目标，后礼拜要伫咧12个行政区全部拢有。副市长的态度是真保留。朝着市长的一个给我们的指示。那第一个就是贩卖机的这个机身这个本身要足够。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中央的资料库的借接。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口罩的数量，不是只有机器去了。蔡炳坤指出，打开始要买喙罨爱用1分20秒的时间，后来40秒就会当完成，差不多是1半时间，会拍拼来克服困难。12个行政区拢有，毋过资讯局该评估。1个礼拜后进行相关的评估，然后才会纳入我们12区里面的扩大落地的具体规划的计划里面来，会依我们每一个健康服务中心真正场域场勘后，会有1到2台的配置。若是4月13日就出现，毋但会当伫咧贩卖机买喙罨，嘛会当伫咧中央医顾系统订喙罨的一张卡片相并用的状况。蔡炳坤解说讲是时间差的问题，医顾是要买后一期喙罨，并无冲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进前是批评 WHO 较压中国，嘛讲无要阁捐钱予 WHO 啊，所以即阵谭德赛是赶紧甲态度论软，望讲美国唔通安尼。若咱台湾的医疗卫生民间团体，即阵嘛要求谭德赛爱落台。WHO 近来争议不断，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一份简报。批评中国伫初期对武汉肺炎疫情稳定不报，欺骗全世界。WHO 监管组中国共产党的文山港区主张中国的会员身份应该被停权。WHO 爱随接受调查甲解决，美国应该努力和台湾加入 WHO， 成为对抗中国的力量。美国参议员柯顿更加认为，美国应该寻求法律，和中国为疫情负责。Opening the court system up for victims of the virus, much like we di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9/11 attacks. 柯顿进前特别呼吁美国随行动，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支持并且促成台湾加入 WHO。近来谭德赛因为批评台湾对于人身攻击引起论战，台湾跨党派甲各大医疗卫生团体则是共同发声要求谭德赛落台，强调 WHO 受中国控制，防疫政治化，用尽办法打压台湾。Health for all
WHO for 台湾有错吗？谭德赛呢？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当然，中国是一个后面的延误者。原定5月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目前会议总统吴明朗，台湾已经连续3年无受邀请。因为团体强调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台湾肯合不那是口号，全球防疫台湾也未只顾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防疫受国际肯定，美国的富比士杂志嘛伫咧网络打出文章，有点名讲咱台湾的防疫是做甲真好，拢是因为咱有一个查某的总统。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各国抗疫表现也受关注。美国富比士杂志最近就伫官网刊出文章，表示全球抗疫表现上好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女性领导人。总统蔡英文也伫其中，甲德国总理梅克尔等7个人并列。富比士介绍，蔡总统时，佮较直接俄罗斯上早开始对抗疫情，动作也上紧，表现互西恩拢肯定是世界上上好的应对措施。其实总统认为呢，这代表的是台湾的防疫在世界上广受肯定。我们相信这也是台湾在两性平权的进步价值上的一个体现。台湾防疫表现受肯定，蔡总统强调，这是政府同齐一心的成果。即马国际援助也继续，头一波700万片喙安，去到澳洲了后，外交部宣布第2波将关乎北欧甲中东欧地区疫情严重的欧边会员国130万片喙安，集体落实台湾会当帮忙的力量。北欧的瑞典跟丹麦，还有东欧的奥地利、斯洛伐克跟斯洛维尼亚，另外还有跟北欧就是交通运输动线攸关的。波罗的海相关的国家。另外，菲律宾几个城市地方政府也向咱国驻菲代表处请求提供喙安帮助医护人员，所以第2波国际援助也将提供菲律宾30万片喙安，其他新南向国家也有数万片。根据消息指出，载运喙安到菲律宾的政府将由中营航空负责。另外，侨委会为了协助侨胞抗疫，委托台湾厂商制造10万片的布喙安，近期也已经陆续寄往瑞士、法国、英国甲巴西等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最近送喙安互国际，因为在喙安的飞轮机，华航的飞轮机靠外口是印 China Airlines， 互人就是讲是中国送的，怎呼吁讲华航应该改名。行政长苏贞昌昨昏是表示讲，咱真正爱想办法，互世界知影讲台湾甲中国无共。最近台湾真拼死咧做喙安外交，用中华航空载喙安去世界各国的时阵，其实面顶写的煞是 China Airlines。喙安飞机啊外口虽望有满满台湾 can help 的字，还有国旗，不离个另外一边所有华航的旗啊，惊讲的防护会是中国的援助。上面有我们的国旗，有台湾 can help， 这样子非常好。华航就不要凑热闹。旁边还挂一个它的标志，以至于弄成混淆。苏贞昌要求讲减少华航 China 的字，加增加一寡台湾的元素。华航嘛回应讲，以后执行国家运送医疗物资，无得到会主的同意，未来进行商业宣传，嘛袂伫咧会务面顶电视公司的机啊。即马国内嘛出现讲华航归期改名的声音，不离个华航改名牵涉到国际航权，为着要认为讲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较我中国迄边到时阵的红调。在国际民航组织在过去包含要求机场把台湾证明成中国台湾城，所以 ICAO 是一个比 WHO 更 pro China 的一个组织。那跟 ICAO 相关的东西一定会被刁难得更严重。长远的华航改名，涉及航权及其他种种因素，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但应该让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标志台湾，这确实是应该要努力来做的事。苏贞昌讲，即马这个阶段优先显示台湾援助国外的标志是上要紧的。若是华航今次要改名，牵涉的范围真宽，嘛影响到国际航权，可能毋是短时间以内第当完成。毋过有立业立委认为讲，华航就是国际民航公司，佮要改名宣誓，可能会甲政治问题有关系，应该尊重华航甲交通部的处理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旧历3月23妈祖生，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真侪公庙拢取消挂香，也是有虔心的信徒是去庙里拜拜替妈祖祝寿。台东的天后宫就专工管制入去拜拜的人数。
超过100年历史的台东天后宫，头一届伫咧妈祖祭期间进行人流管制，演过对内殿拜甲广场的拜倒，即马敢若伫广场大布棚放60张尔，才是开始管制。同一时间，入来庙前广场限制伫咧500人以下，入来大殿控制伫咧100人以下。信徒拢表示真愿意配合。讲变做拜倒外口遮，因下底人就去拜一个安尼。就配合现在的状况来做那个庆祝也很棒啊。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妈祖祭取消各种大场的法会，还有暗会，嘛拒绝团体进修。不离个妈祖庙4块位的店家嘛，因为人流减少，生理去受到影响。北港朝天宫就因为防疫的关系，人流减真济，影响到4块位的糕饼业，业绩减真济，有原料库存消化压力，业者根本袂堪住。所以它是靠游客的伴手礼来维持的话，所以只要是外来客降下来的话，它的那个业绩已经大降了，所以再加上说这一些现在这个疫情上面的话，哈，几乎都已经没了，降下来也差不多90%以上的那个业绩啊。全国各地妈祖庙为着防疫，拢减少规模来办妈祖祭的活动，互庆祝活动比演过减真济，互庙内外人潮拢减真济。嘛，因为防疫的关系，互信用甲4块位的商业行为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花莲有民众伫寿丰乡193县道捡到2只麻叶的幼鸟仔，现场无看到鸟母，判断讲这2只应该无法度家己活，转送去花莲的野鸟学馆。经过4个月，这2只已经大汉啦，即马放飞野放啊。 2只黑翅鸢伫笼仔内有一寡扑动，但拍开笼仔却有淡薄仔张毒，无定定是听到大自然呼唤，一个仔顶是飞走。这下过小的囡仔呼叫一声，赶紧下手道别。另外一只黑翅鸢重新得到自由了后，还阁停伫航远的树枝顶，看到囡仔，亲像有一寡唔甘。欢迎他回到大自然，对不对？我感觉帅帅。 这2只黑翅鸢是去年底民众伫寿丰乡193县道上发现的，被送往花莲县野鸟协会，经过4个月照顾，判定会当野放。特别选伫寿丰乡志学国小四周围空旷所在野放，也替小朋友上一节生命教育课。将近10年前，在凤林附近出现第一笔记录，然后呢，这几年它繁殖得很快，现在已经从凤林一直蔓延到处都有。目的就是要让它野放，所以我们都不会跟它太亲近。所以我食物放了我就走。黑翅鸢是立即保育类留鸟猛禽，有超悬的飞行能力，以鸟车类、鸟仔甲虫为主食。野鸟协会呼吁民众，若讲拄到这类的细只鸟仔落伫涂骹，千万唔通乱捡乱吃，应该随通知野鸟协会来处理，才袂互黑翅鸢无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放上头，镜头来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鼓励乡亲伫防疫期间，会使利用云端网络来借册，避免去图书馆，避免小卫感染的风险。官府就统计讲，对今年正月到3月利用云端来借册、借电子册的人，有影有加3成。即阵出入公共场所的民众哪来哪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还在滚加。 大家为着避免烧话，也唔敢去图书馆借册。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统计，自今年1月到3月，县内使用云端册库借电子册的数量，和去年比起来，成长要3成。屏东云端书库，那它基本上呢是可以在网络上借阅图书，并没有时间的限制。那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最近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不能进图书馆，因此我们的云端书库的借阅量也都有提升。真侪乡镇的图书馆伫防疫期间，唔但调整服务的时间，也甲一寡座位隔开，佮宣导民众爱加利用通阅和注文的服务，利用行册箱来行册。开放通阅服务，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柜台可以帮读者们调取其他乡镇的图书，继续借阅他们需要的书籍。然后另外就是还书的部分，他们也可以在柜台还书，或是利用还书箱还书。文化处表示，为了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希望民众较接利用屏东县公共图书馆行动 App， 伫咧线顶注文借册，也是透过台湾云端册库伫咧线顶看册。希望民众秘伫厝防疫，也通轻松享受阅读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
赶快是屏东的三地门有一个部落的少年家，伊正介意画图，伊摕画笔画出排湾族的图，画伫雨伞顶边，要推广排湾族的文化。一笔一笔伫咧雨伞顶头画出排湾族服装，这满囡仔的图样，无同的花草代表各种的祝福。屏东三地门乡口社部落的少年家潘宏讲，这是排湾族人伫咧生活中实现美学的一部分。为着画这的图样，伊也下真侪功夫。我有去参加来义乡的5年祭，去记录，去用画的去拜访这些长辈们，诉说他们的故事。然后我用加入自己的想法，然后加进去这个云件上面。潘宏费心神向部落的长辈请教每一个花草背后的意义，伊也甲这创作的作品号名叫做《雨伞的祝福》，佮邀请部落的长辈来欣赏。真的很感动，然后希望部落的我们所有部落的，不管是青年会啊，或者是弟兄会啊，都能够来欣赏这个展览，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感动。一支一支雅器，佮代表排湾族文化的雨伞，是少年族人潘宏对家己文化的热爱，也是展现族群故事新的方式。伊也望佮较侪人会使收到这份雨伞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要拼厝要扫涂骹，有的家庭即马拢经用扫涂骹的机器人，无就是摕塑胶扫帚，较罕的有人咧用传统手拔的扫帚。啊，毋过伫云林北港也是有老师傅坚持手路，望讲甲拔扫帚的机架甲功夫腾落去。甲扫帚草粉碎被白铁线5米大，最佳双手屈屈，因为伊已经白扫帚白40多档，是台湾剩无几个扫帚师傅之一。5米大，若会晓拔高骨啦，学甲外国扫帚透开，就知影因拔的美感。这材料咱拢越南的，功夫嘛是吗？哈，咱是爱偷来看才学的，来咱台湾偷来看才学的。正照讲，阮有即个基础安尼吼，你我看者就会晓。白扫帚是高工，佮忝5米大，即嘛无个做高人是咧做趣味，处理细碎嘛惊艰苦，无愿意接劳作。5米大也看真开，一工白10几支啊，那二娘。即马做这是做无聊啊，做消磨时间啊，消遣安尼啦，无啥爱做老啊。这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兴趣。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累，然后手又会出跟年轻人想做的工作是不一样。từ古早大家处理大鼎拢会放一支扫帚，方便摒扫。扫帚也有扫帚仔、拿笔上的意思，欢迎大家有闲来北港老交关熟悉传统技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面对武汉肺炎，全世界即马拢在找疫苗、找药啊。美国甲日本即阵有一个上新的研究，是表示讲，用来预防气流的卡介苗有法度提升人体免疫系统，同时有法度有限度来对抗武汉肺炎的病毒。所以咱台湾甲东欧即寡普遍拢有注卡介苗的国家，疫情较有法度受控制。注一档就让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美国甲日本上新的研究发现，会当协助人体对抗引发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透过大数据模型计算发现，强制做卡介苗的68个国家，像法国、芬兰，武汉肺炎的确诊数甲死亡率拢明显较低。国内专家也认为，卡介苗会当帮助提升免疫系统，会当对抗无同的病毒甲细菌。你打过卡介苗以后，你的免疫反应整个会变好。不管对什么，不管对结核菌或对别的病毒，整个都会变好啊。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的先天性免疫反应。另外，有中国的感染症专家讲，今年热天无可能完全清除新冠肺炎的病毒，而且有这后一波疫情应该伫咧11月份。对此，国内医生讲，新型冠状病毒也搁伫咧继续演化突变，甲流感的模式差不多。尤其伫今年秋冬，真可能是流感加武汉肺炎疫情同时爆发，民众的防疫袂当放松。等到天气凉一点，你的防疫措施松懈一点的时候，它就开始病人又变多。那个时候大概是7、8月以后的事情了啊。那反正秋天跟冬天呢，基本上是会认为是一个高峰期啦。
也若是临床试验的药啊，瑞德西韦。国外上新的研究报告讲，53岁断气并且有严重肺炎并发症的患者，使用药了，有将近70%的患者病情得到改善。这份研究也包括能够使用瑞德西韦9岁重症患者。未来临床试验若搁再扩大，台湾的患者也能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国内往来无法度销去中国。毋过，即阵屏东县政府有摕到日本600吨的订单，昨下晡已经出一货柜啊。一粒一粒往来，由合作社精心挑选出来，要外销日本。除了爱确保运到当地多是9分，佮爱重视检疫。农民将往来买整理清气，佮用喷枪将可能附伫顶悬的海棠给喷掉。过去往来外销97%是销去中国，即摆引卖到日本，农民拢真期待。那这个当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也是至少我们除了做中国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进一步的可以去做日本，用这个机会去提高它的辨识度，让日本人知道说我们台湾的凤梨是经济实惠。屏东县政府用2月时间，甲日本大型连锁超市西友参详摕600吨的订单。10时下晡第一个货柜伫县府见证之下，丰柜启航。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一个外销的通路，那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效果。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产品销去中国金额明显减少，不过到其他国家增加打击。农委会认为，就此应分散风险，多奖励海外脱销，和这段期间外销国家第一位为中国变成日本，各以往来上明显。如果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让整个外销市场就可以直接改变依赖单一市场，那这个是最好。所以我们持续的加码，农委会在补助外销，尤其是针对欧美、日本、新加坡等那个运销费用的补助，其实是蛮符合业者所需要的。除了农产品外销求生存，指挥陈吉仲也指出，出口应帮助其他国家，亲像新加坡，各外国进前向台湾提出采买农产品需求，要东南亚国家提出需要筹备援助，台湾拢会看情形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济运动人才，不过乡亲敢知影咱台湾的竞技啦啦队，伫咧国际嘛是真有名。2001年成军的 Master 是创下全国啦啦队锦标赛16连霸纪录。因的队员各行各业拢有，大家拢是利用在下班时间、在暗时来练习。AM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做来看因的故事。啦啦队这项运动在美国开始发展，到1980年代开始有竞技啦啦队。这项运动结合体操、特技、考核和舞蹈。也台湾在2001年出一个竞技啦啦队 Monster， 到当已经在全国啦啦队锦标赛摕到16连胜的纪录。啦啦队有结构数，就是啦啦队员他不会有背号，他不会说1号、2号、3号选手，因为啦啦队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运动，每一项都爱足强。今摆 Monster 已经有100多人的规模，嘛因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伊嘛将家己的专业用来帮助团队。当然，你有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没办法继续参与训练或练习，但是还蛮多的队员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在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是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帮助到我们队上。在训练的过程中间，难免会动作会受伤，但会当一直练习甲试验，才会当找到成功的方法。但是嘛，真需要队友的信任甲陪伴，才通有好的整体表现。阮除了学会晓技巧了，阮嘛学会晓团队合作，然后学会晓互相的信任，然后要安怎甲你的队友沟通。你练的不是干那技术，你练的还有你生活上的态度。对团员来讲 ，Monster 就那像一个大家庭，也是实现梦想的舞台。演耍因自学生时代对伫啦啦队的热情甲坚持。记者5.5柯宏尧台北采访报道。世界真心息，咱来看世界各国拢安那防疫。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出现几若台防疫反例机，唔免去
超级市场排队，就会使买到卫生纸、杀蚊这日用品。不过实际去看，敢若无啥有效。自卫生纸、杀蚊到蒜头，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款物件唔免去超市，对自动贩卖机就能买到。营业商 Vendorshop 认为，伫咧疫情流行的这个时阵，去人挤人的商店内面买物件，不如去自动贩卖机买较妥当。 Торговля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зопасной,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тоять в очередях. Вот почему люди ринулись в магазины. Они хотели один раз закупиться товаром, чтобы больше не выходить, правильно? Чтобы больше не контактировать. А получилась ситуация наоборот, что люди вышли все в магазины и стояли в очереди ближе вытянутой руки. 苏平人讲，卖了上好的是荞麦卫生纸、抗菌的杀蚊、蒜头加水柑。一套物件是卖200卢布，差不多大票80块。伊讲，这种价钱甲超市卖价钱差不多是成本价。不过实际好问当地居民，大部分拢认为无啥必要。 Идея, не знаю, паники, излишняя паника. Я вот учусь на медицинском,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не такой уж глоб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Странно и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кого-то спасти. Почему? Я не вижу проблем в магазинах, чтобы сейчас пойти и купить туалетную бумагу. Тем более, мне это не кажется каким-то набором для выживания. 新冠病毒全世界大流行，对吸毒人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特别危险。Vendorshop 自动贩卖机虽然有工作人员固定消毒、防止感染，不过对一寡关系细过俄罗斯人来讲，敢若接受度无啥悬。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算的目前全世界大约有39亿个人被关伫厝内，互政府要求莫出门。结果上界明显的就是翁仔某失和翁仔某冤家，家庭暴力的案件加真济。联合国讲，有的国家这个数字是英国的2倍。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上好的方法就是踮厝内莫出门。不过，上安全的所在对一寡妇女来讲，煞是上危险的。根据英国的统计，去年敢若是伫英格兰佮威尔斯，家庭暴力案件都160万个，包括身体、心理、情绪佮有经济。而且为政府发布居家禁足令以来，电话佮有线顶家暴求助的案件是增加2.5%。法国封城的头一个礼拜，巴黎家暴案件就提悬3.6%，其他地区嘛有3.2%，其中包括2个谋杀案。不过，英国、法国这2个国家，佫毋是上严重的所在。In some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women calling support services has doubled. Meanwhile,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police are overwhelmed and understaffed. Local support groups are paralyzed or short of funds. Some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s are closed, others are full.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注意到战乱地区可能变做后一波武汉肺炎的重灾区的时阵，看到全球家庭暴力增加的状况是真担忧。I urge all governments to make the prevention and redres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key part of their national response plans for COVID-19. 古特雷斯要求各国政府在对抗新冠病毒研究各项措施的时阵，要纳入妇女的安全。 佮爱提悬反家暴经费，而且确定会处罚加害者。另外，受害妇女凡世界电话求助拢有困难。古特雷斯呼吁伫药房佮感染定设警示系统，互女性会当伫加害者毋知的时阵寻求帮助。法国已经伫20个卖场设咨询中心，而且佮摕100万欧元做反家暴经费，协助受害者到旅馆安置。苏格兰政府是宣布提供超过150万英镑，帮助封锁期间防疫胎妇女佮有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 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30度；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是14度到26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